觀音誕午時銀包開財全片廣告。老友記，坐定啲，今日我講嘢會快少少，因為今日呢件事係有時間性嘅。如果你睇到一半就熄咗部機，你可能會錯過今年下半年其中一道最順嘅財氣。我唔係嚇你，我做咗咁多年命理，最怕嘅就係人問我，師傅又係咪已經過咗時辰呀？過咗就過咗，好日唔會等人。所以今日我唔講咁多客套話，我直接同你講清楚邊個時辰做邊樣點做，同埋千祈唔好做乜。先講明時間，你即刻攞張紙寫落，或者用手機打落都好。第一個時間係7月31號嘅晚上，即係農曆6月19嘅前一晚。第二個時間係8月1號嘅中午午時，即係11點到下午1點呢2個鐘。呢2個時間點，一個係清，一個係接。晚上清，中午接。清咗先接得住，唔清就算好氣到你門口你都裝唔落。而最緊要嘅一句，我今日一開頭就講，你唔使花1毫子買法器，唔使買玉，唔使買貔貅，唔使買咩開光符，你唯一需要嘅就係你袋裏面嗰個銀包，同埋喺裏面擺啱一樣嘢，就係咁簡單。呢個世界最好嘅風水，好多時都係唔使錢嘅，只不過大部分人唔肯花15分鐘去做。好，我要你即刻做一件事，而家就而家，攞你個銀包出嚟，開佢。我唔係要你數錢，我要你答我3條問題。第一，你銀包裏面係唔係塞滿咗街市同超市嘅單據？有啲仲係上個月嘅，甚至上年嘅。第二，你嘅紙幣係唔係有幾張倒轉頭？有啲折角，有啲仲皺到好似抹個台。第三，你嘅散銀係唔係散落一地？喺袋底、喺褲袋、喺車廂、喺沙發縫，邊處都有幾個。如果3條你有2條中，我同你講句公道話，上半年你做到氣咳，日日早出晚歸，年終檢一檢，發現手上乜都冇剩呢件事，可能唔係因為你唔夠勤力，你已經好勤力嚟啦，可能只係你嗰個裝錢嘅袋唔通氣，氣唔通，錢就唔聚，就好似你屋企個廁所去水唔通，你幾努力沖水都係得嗰樣，你話係唔係先？所以今日我求你3件事，唔難嘅。第一件，喺留言處打6個字，我要接住今日財氣，當係同天地打個招呼，當係同今日呢度好氣講一聲，我準備好啦。第二件，訂閱呢個頻道就當係同好運訂一個溫柔嘅約會，令你每一日都被提醒一次，可以活喺一條更富足、更平安、更順暢嘅流裏面。第三件，睇到尾，因為最重要嗰段就係銀包已經舊，已經爛角，已經拉鏈，壞咗嘅人應該點化解？我特意放喺後面講，我唔想用啲好誇張嘅話嚇你，但我要老實講，如果你走得太早，你可能會錯漏一個關鍵嘅位，而呢個位正正就係令你未來幾日嘅錢財行得輕鬆少少嘅位。而如果你肯睇完，我可以應承你嘅係，你嘅心會定啲，你嘅屋會通爽啲，你對住錢嘅時候會冇咁焦躁，唔係因為神仙幫你做嘢，而係因為你自己做啱咗嘢。我要講清一句，成條片我都會守住呢句，我唔會同你講做完包你有錢。世上冇一個師傅講得出呢句話，講得出嘅你要小心。我只會講做啱件事，財氣自然流通得順少少、輕少少、鬆少少，剩落嘅係天嘅安排同你自己嘅勤力。好，講咗咁多，你可能會問師傅，究竟今日係咩日子，值得你講到咁緊要？我而家同你講清楚個道理，因為我唔想你做風水做到迷迷糊糊，做嘢唔知為乜，知道原因你先做得安心。農曆6月19係觀音菩薩嘅成道日，一年之中香港人最重視嘅觀音日有3個，2月19係誕辰，6月19係成道，9月19係出家。3個日子當中，好多老一輩最上心嘅就係6月19，因為呢日講嘅係圓滿，係成就，係一件事終於行到通嘅意思。你想想，我們求嘅係咩？就係一件事終於行得通，唔再卡住。香港人喺呢日有幾樣習慣，你聽落一定好熟。第一，好多人食齋，一餐都算，唔一定要成日。第二，年初正月26去過觀音開庫嘅人，
6月19就係一個好合適嘅日子，去謝恩，去還心願。你年初去借過，年中去講聲多謝，呢個係做人嘅道理，唔關迷信事。你借過人錢唔還，人會唔會再借你？同一個理，所以我常講一句，呢日香港人重嘅係個心多過重個禮，心乾淨氣就乾淨。你捧10盤水果，心裏面惦記住鬧隔離鄰舍，都唔及你捧一杯清水，心裏面靜靜咁講一句願全家平安。跟住呢一段我要你聽慢啲，因為呢個係好多人唔識講嘅位，亦係我今日最想教你嘅嘢。點解要揀午時？唔係因為我覺得中午好聽，係因為五行。今年係丙午年，天干地支都帶火，全年行火。農曆6月係未月，未屬土，而午時本身又係火。你將3樣擺埋一齊睇，火、土、火。而五行嘅雙生鏈係咁行嘅，火生土，土生金，而金正正就係財。所以呢日中午嗰2個鐘，個氣行去財嘅方向係順嘅，唔係逆嘅。就好似你行電梯，你順住個方向踏上去，你唔使用力都行得快。你逆住行，你行到大旱都喺原地。再加一層，我們而家行嘅係九紫離火大運。呢個大運主火，主光明，主一切光亮、清楚、乾淨嘅嘢。所以你會發現近幾年凡係光鮮嘅、透明嘅、清晰嘅行業同人都比較旺。反過嚟講，凡係暗亂濕堆積嘅地方都特別容易失財。你屋企有冇一個角落成年都黑麻麻，堆滿紙箱同雜物，你自己都唔記得裏面有咩？如果有，你就唔好怪個財氣行到嗰處就停。但係呢句好緊要，同其他人講嘅唔同，火多唔等於好，火太旺會火燒財富。今年丙午，火本身已經夠，你再喺午時燒一大束香，點10幾支蠟燭，以為咁樣叫夠誠意，其實係過頭。我教你一句心法，呢日中午係用光嚟清，唔係用熱嚟燒。開簾、開燈、開窗，抹乾淨，呢啲叫用光。狂燒狂點嗰啲叫用熱，你記住呢句，成年都用得着。講完時間，講方位，你屋企唔使好大，公屋都有，唐樓都有，細單位都有，就係明財位頂位。你由大門行入屋，站定望向斜對角嗰個角落，就係明財位，就係咁簡單，唔使羅盤底好得到。呢個位要乾淨，要有光，要有少少高度感，唔好擺垃圾桶，唔好擺烏衣籃，唔好擺爛咗未收嘅嘢。第2個位係正南，正南屬離，正正應九紫，所以呢日中午你嘅南面要見光，拉開窗簾，抹一抹玻璃，開盞燈，唔好任由南面嗰個角黑，實實仲堆滿嘢。你想象個財氣係一位客人，佢想入你屋，你間屋南面漆黑一片，佢會唔會覺得你唔在家？第3樣，我要你記住香港屋企錢財嘅3道門，呢個係我以後每期都會用嘅地圖。第1道玄關係錢入嘅門，第2道明財位係錢聚嘅位，第3道廚房同廁所係錢漏嘅位，入聚漏。你以後聽任何風水嘅嘢都可以放入呢3格去理解，你就唔會亂。咁點解今日我特別強調個銀包呢？因為銀包就係你嘅隨身財富，屋企嘅財位係定嘅，佢喺屋企唔會跟你出街，但銀包係跟人走嘅財位，你去到邊佢就去到邊。所以我常同人講一句，你屋企掃到光潔如新，但你個銀包亂糟糟，就等於間屋乾淨，但大門長開唔閂。我打個比喻你就明，有貴客上你屋，一開門，門口10對鞋，其中3對係臭嘅，垃圾袋放咗2日仲喺門邊，客人會唔會想坐落嚟？佢就算入嚟坐，都會坐一陣就話有嘢趕住走。財氣都係一樣嘅性格，佢唔係唔嚟，佢係嚟到門口望一望，覺得唔舒服就唔留。好，接落嚟呢一大段係我最想你養成習慣嘅部分，唔係只做今日，係做成年。我會分早、午、晚3段講，你聽完可以照住做，做到變成本能。先講早上，早上嘅功課叫開氣。第1件，起身之後開窗10至15分鐘，唔使開成日，
15分鐘夠。點解？夜晚積落嘅係陰氣，屋企一晚冇人動冇風，門窗閂實，個氣就會沉。開窗係換氣，將夜氣換成日氣。我講句最直白嘅，氣有得入，錢先有得入。你連新鮮空氣都唔肯放入屋，你點期望有新機會入屋？第二件，抹一抹大門嘅門柄同門檻，呢樣好少人做，但呢樣好緊要。玄關係引財嘅門，而門柄係全屋接觸最多手、最多氣嘅一點。你一日開閂幾次，全家人、送貨嘅、鄰居嘅氣都留喺上面。用濕布抹一抹，5秒鐘嘅事，你信我，抹過門柄嘅人，開門嘅心情都會唔同。第三件，玄關嘅鞋要收入鞋櫃，外面唔好留超過3對。鞋踩過馬路，踩過街市，踩過醫院，踩過所有你唔知嘅地方，帶返嚟嘅係俗氣。你將俗氣一堆堆咁擺喺引財嘅門口，等於喺自己財路上面放路障，留1、2對常用嘅就夠，其他請收埋。第四件，垃圾要喺晏晝之前倒。古人講嘅道理其實好樸素。垃圾出門要趁陽氣仲盛嘅時候，唔好留到夜晚，更加唔好過夜。尤其係廚房嘅垃圾，我後面會再講一次，因為呢樣真係好多人中招。第五件，出門前食早餐或者最少飲一杯暖水。你會話，師傅，呢樣關風水咩事？關事嘅，脾胃屬土，土旺才能生金。你日日空着肚衝出門，心浮氣躁，行路都急，講嘢都急，做決定都急。心急嘅人最容易破財，因為急嘅時候人會亂買、亂應承、亂簽名。一杯暖水落肚，個人定啲，呢個就係最便宜嘅擋財漏。跟住講中午，中午嘅功課叫接氣。每日午時11點到1點係陽氣最盛嘅時候，你唔使做大陣仗，最簡單就係拉開窗簾，令屋企見光。尤其係南面，有陽光就好，冇陽光落雨都要開燈。九紫運重光，你日日午時給屋企見一次光，成年落嚟個屋氣會唔同。有做生意有鋪頭嘅老友記，午時要做3樣：抹一抹櫃面，尤其係收銀嗰塊台面，整理錢箱或者收銀機，紙幣要同一個方向，人像向同一邊。大面額嘅擺入內裏，呢樣唔係迷信，你自己試就知。一個整齊嘅錢箱，你數錢會冇咁易錯，你對住客人嘅心情都會好啲。做生意本來就係做心情。第三樣，食飯唔好喺工作台上面食，更加唔好一邊食一邊計數，一邊睇賬單。食飯係養肚，計數係動火，你一邊養一邊燒，養唔到嘢。我講句好接地氣嘅，食飯食到心火盛，落咒就好容易花冤枉錢。你自己回想一下，你買過幾多樣後悔嘅嘢，係喺趕住食完飯嗰半個鐘決定嘅。仲有一樣，每日用錢做一件小小嘅善事，10蚊20蚊都算，投一投善款箱，買支水給樓下清潔嘅阿姐，讓一個座位給老人家都算。我唔係叫你買福報，福報唔係咁買嘅。我係想教你隻手識得吸，一隻識吸嘅手，佢自然亦識得接。有捨先有得，呢6個字唔係口號，係習慣。跟住講夜晚，夜晚嘅功課叫歸庫。第一，返到屋企，銀包要歸位。你去揀一個細托盤或者一個細盒，甚至一個乾淨嘅碟都得，放喺睡房嘅明財位或者書台抽屉裏面。每晚返到屋，銀包就放入嗰處。呢個動作叫財富歸位，亦叫養精蓄銳。你唔好笑，人有床體，財富都要有個床體。你嘅銀包日日跟你出去打仗，夜晚都應該有個定所休息。第二，每晚花2分鐘，將今日嘅單據攞出嚟，紙幣重新疊好，同一個方向，大面額喺下，細面額喺上，或者你自己習慣一個次序都得。最重要係有次序，單據代表已經出去嘅錢，你日日帶住一大疊出街，等於日日提醒自己，我一直喺出，唔係喺入。呢個暗示做足1年會影響你嘅心。第三，米缸唔好見底，米最少要留1/3，呢樣對長輩尤其重要。
因為對香港上一代嚟講，米缸就係家底，米缸有米，個心就實，個心實講嘢就唔會驚，唔會亂借亂應承。你哋屋企有老人家嘅，可以陪佢一齊倒米入缸，佢會好開心。第四，檢查水，水龍頭有冇滴水，馬桶有冇長流水，去水位有冇淤塞，漏水即漏財。呢句話講咗幾百年，唔係因為好聽，係因為佢真。而我要講得再直白啲，呢啲嘢要即刻收，唔好等下星期，唔好等有空，唔好等落一單工程一齊做，一滴一滴，你聽唔到，個庫就係咁樣流。第五，關掉多餘嘅燈，但留一盞細嘅暖燈喺玄關或者財位。九，紫運從光，屋企成晚漆黑一片，個氣會沉。一盞細燈唔費幾多電，但佢係一個信號，呢個家仲有人守住。第六，睡覺之前講一件今日值得感恩嘅事，可以講出聲，可以喺心裏面講。今日有巴士等到我，今日阿仔冇病，今日隻手指冇損，咩都好。心安則氣順，氣順則錢財。入嚟嘅時候唔會卡住。你成晚躺喺床上，心裏面數自己有幾唔如意，你嗰個氣場係向下嘅。講完每日，我再講幾樣每星期或者隔一段時間要做嘅嘢，呢部分叫守財。先講銀包顏色同五行，呢個好多人問我。黑色同深藍色屬水，水主財帛，善於守，特別適合啲用錢好似流水咁嘅人。褐色同泥黃色屬土，土生金，厚實耐，適合做生意同做投資嘅人。綠色屬木，主生發，適合新開始創業、做創作、做銷售嘅人。金色、白色、銀色屬金，金本身就係財，主累走雜氣，適合想修心養氣嘅人。而大紅色，我要提醒你小心，火克金，紅色銀包容易火燒財富，錢入得快，出得更快。除非你八字真係好缺火，一般人我唔建議。再講款式，我偏好真皮嘅長款銀包，因為紙幣可以躺得平，呢個叫財氣舒展。對摺嘅短款，將紙幣折住一半，財氣被壓住。你試下成晚縮住腳睡覺，第二日精神會唔會好？紙幣都係一樣，佢想升值。跟住呢樣就係我頭先應承你講嘅，銀包舊咗爛咗點算？我嘅講法係3年一副，一氣用3年，氣盡財就散。用咗3年以上嘅銀包，皮已經鬆，角已經磨，拉鏈已經唔順，你就應該換。但換嘅時候，千祈唔好隨手掉落垃圾桶。舊銀包跟過你3年，佢守過你嘅錢，你可以喺裏面放幾個舊硬幣，用紅紙或者紅色袋包好，收入放舊物嘅盒裏面，呢個叫留住老財富。如果你屋企細，唔想收，就用剪刀將佢剪細，然後好好咁棄置，心裏面講一句多謝，呢個叫舊富交棒。做完呢個動作嘅人，多數會覺得心裏面鬆咗一啲，呢種鬆就係風水。至於明財位嘅植物，我建議富貴竹、金錢樹，葉要圓要厚，黃葉一見即剪，唔好留。乾枯嘅植物千祈唔好擺喺財位，一盆枯枝擺喺財位，比冇植物差好多。你想想，你將一樣正在死嘅嘢擺喺你屋企主管財富嘅位置，呢個暗示幾唔好。講到呢處，我想問你一條問題，因為我真係想知。喺我講明日中午嘅做法之前，你告訴我，你返到屋企個銀包放喺邊？鞋櫃上面、飯台上面、褲袋裏面，定係房裏面？打喺留言處，我會睇，我會逐個答。呢條問題唔係閒話，你答完之後，聽我後面講嘅嘢，你會即刻知自己要改咩？好，而家講重點，明晚同明日中午具體做乜？我叫呢套做法做淨富、敬心、動財，原則有4個，唔使錢，唔使發氣，15分鐘做得完，唔拜神嘅人一樣做得。7月31號晚上做淨富4步。第一步，清銀包，將所有街市、超市、油站嘅單據攞走，過期嘅會員卡、已經無效嘅優惠券、寫住欠數嘅紙仔、已經唔會再聯絡嘅人嘅名片，一律清走。我講一句，你聽完會記住嘅單據係已經走咗嘅錢，你日日帶住佢，就係日日提醒自己，
你喺出錢，唔係喺入錢。第二步，疊錢，大面額擺入內裏，人像同一個方向，就得好緊要嘅，你用手掌撫平佢，散銀入一個獨立嘅格，唔好任由佢喺袋底滾。散銀係財母，你連財母都唔尊重，佢就唔會生財仔。呢個動作最多3分鐘，但你做嘅時候，你會突然覺得自己好似對自己嘅錢有咗少少交情。第三步，抹銀包，用一塊乾淨嘅乾布，裏面外面都抹一抹。你屋企有檀香或者沉香嘅，輕輕過一個就夠，唔好焗，冇香一樣得唔重要。重要嘅係你隻手肯為佢花3分鐘。你對一樣嘢肯花時間，你就會開始重視佢。你重視佢，你自然唔會亂花。第四步，清明財位同南面角落，吸塵、抹地、搬走紙箱、收走雜物、開燈。呢步唔使做到裝修咁隆重，做一個角就夠。你如果做到成間屋都想清，我更加開心。但唔要因為做唔到成間屋而唔做。跟住8月1號中午5時11點到1點做靜心。第5步，3分鐘靜。屋企有觀音神位嘅就站喺神位前面，冇拜神嘅就站喺全屋最光嘅位置，可以係窗邊，可以係露台。合掌，深呼吸3次，喺心裏面講自己嘅名，然後講你想求嘅嘢。但我要求你一樣，唔好只講錢，先講一家人平安，後講財路順，次序唔可以倒。點解？因為求財而唔顧家嘅人，多數係求到財。屋企出事呢啲個案我見得太多，我唔想你係其中一個。有拜神嘅老友記，供品好簡單，一杯清水，一碗白飯或者少少水果，3支香夠。屋企細冇抽氣，住緊公屋唔方便燒香嘅，就用一杯清水代替，完全冇問題。我常講，菩薩唔會計你支香，佢只係睇你個心。你點30支香，但心裏面煩住鬧人，同你捧一杯清水，但心裏面靜，你自己想想邊個誠意大。第6步，做米庫紅包，呢個係我用嚟代替貴價法器嘅方法，成本唔夠10蚊。你準備一個新嘅紅包袋，鮮紅或者金色都好，唔好用舊嘅，寫個字嘅舊嘅，裏面放3樣嘢。一張新鈔，唔用嘅我們叫佢做種子錢，又叫冇錢。2一小撮白米，用細張紙包好放入去。米係香港人嘅家底，佢喺裏面代表富唔空。3喺紅包內面用紅色筆寫幾個字，一般人寫守財或者寫家宅平安、財源順暢，做生意嘅寫生意興隆。寫完之後將個紅包折細，放入銀包最深最隱蔽嘅一格。呢步好緊要，財不露白，暗庫聚財。你開個銀包，個個都見到你張紅包，咁就變成露財，效果係反嘅。要收得好，收到你自己都要有一係齊到。同時我一定要講清楚呢句，因為我唔想你搞成迷信。呢個紅包唔係法術，佢冇魔法，佢係一個提醒。每一次你開銀包見到佢，你就記起你今日同自己許過咩承諾。你答應過自己唔亂花，答應過自己記賬，答應過自己對家人溫柔啲。一個令你日日記得承諾嘅物件，佢嘅力量比任何法器都大。第7步，如果你冇紅包點算？一張細嘅紅色紙都得，冇新鈔點算？喺你銀包裏面揀最乾淨、最少折痕嘅一張，唔要因為爭嗰件嘢就放棄嗰個心。我最怕聽人講，師傅我唔夠齊全，我下年才做，下年你又會有下年嘅唔齊全。跟住同一日中午做動財。第8步，用你銀包裏面嗰啲錢做一件小小嘅好事，捐幾十蚊都好，喺茶餐廳買個飯盒，給清潔嘅工友或者街上嘅老人家買幾件餅分給家人，分給同事都算。唔使多，唔使拍照，唔使講給人聽，道理喺邊？觀音日重嘅係慈悲心，而我要講一個更實在嘅理由。錢擺喺原地唔動，佢只係一件物件，錢經過你隻手溫柔咁去到另一個人手上，佢就變成一條流。而財氣呢樣嘢，佢只跟住喺流動嘅嘢走，死水唔會招財，活水才會。你自己想想，你認識嘅有錢人係唔係大部分都好識用錢？
唔係好識鎖錢。第9步，冇第9步，做完就得。我再講一次，全套加起嚟唔夠20蚊。真風水唔在個價錢，任何人叫你花幾萬幾十萬去改運，你要謹慎。好，而家講唔好做嘅嘢，我唔嚇你，但我要講到夠清楚，因為做錯一樣，前面做嘅10樣都可能白做。先講呢2日，尤其係午時。第一，唔好借錢，唔好借錢給人，唔好做擔保。呢2日火旺，人容易熱血，容易一時心軟，一時衝動，一個電話就應承咗。氣正在聚嘅時候，你放錢出去，等於水正在滿池嘅時候，你拉開個塞。第二，唔好簽大合約，唔好落大注，唔好喺興奮嘅狀態入市。呢句你記住，好日子係用嚟清氣嘅，唔係用嚟賭嘅。有人成日誤解，以為好日子做咩都贏，唔係嘅。好日子只係令你頭腦清，心情靜，而清同靜嘅人做決定會好啲，唔等於個市會遷就你。第三，唔好因為今日係好日就衝動購物。火運本來就易衝動消費，你今日買嘅嘢，你明日就會問自己買嚟做乜。你唔如將嗰筆錢留喺銀包裏面過夜，第2日仲想買才買。第四，唔好喺屋企嘈，尤其唔好惡聲對長輩。一句重話，全屋氣場亂足3日，觀音日寵和。你今日拜完神走出廳，鬧仔一頓，你嗰個氣場等於白清。我做咁多年，見到最多家宅不順嘅原因，唔係流向唔好，係屋企人講嘢太傷。第五，唔好殺生，唔好買活嘅，返屋企處理。好多香港人呢，日食齋，你唔一定要食全日，食一餐都係心意，我唔會強迫你。但如果你想令呢日更順，一餐齋係最容易做嘅一樣。第六，唔好夜晚倒垃圾，更加唔好留垃圾過夜喺廚房。廚房屬火，亦係食祿之地，係養你一家人嘅位。你將濁氣同臭味留喺養命嘅地方過夜，呢個係最直接嘅賭財。第七，唔好用亂扔嘢嘅方式當做清潔。有啲人一興起就將舊物一大袋掃出門口，扔到嘭嘭聲。清潔要有次序，要一格一格咁做。亂掃亂扔係破，唔係淨。破同淨係2件相反嘅事。第八，唔好燒太多香，點太多蠟燭，以為越旺越好。丙午年火已經夠，再加就係過。火燒財富嘅意思係你嘅庫本身冇事，係你自己燒穿佢。3支香夠，一杯清水都夠。第九，唔好將銀包清到一個仙都冇。有人聽到我講清銀包，就連錢都攞走清光，得個空殼，呢個叫空庫，最唔好。你最少要留一張冇錢喺裏面，永遠有底。富要有底，人心才有底。講完呢2日，我要講日常嘅壞習慣。呢部分你聽完可能會有少少不好意思，唔緊要，改就得。銀包唔好放喺鞋櫃上面，你將你嘅財富擺喺全屋最有味嘅位置，你自己想想合唔合理？銀包唔好放喺飯台上面，飯台屬火，動火之處容易引發計劃之外嘅支出。你試回想，你係唔係好多次一邊喺飯台食飯，一邊掏錢出嚟買嘢？銀包唔好放喺近廁所嘅位置，更加唔好掛喺廁所門後面。濕氣直接衝入財富，唔止影響財，仲容易帶埋病氣同煩碎事。呢樣我見得好多，尤其細單位，銀包爛角、拉鏈壞、紐扣扣唔實嘅，請你換。破角即破財，穿洞即漏財。300蚊換個銀包，唔好省。你省咗300，可能為咗嗰種將將就就嘅心態，蝕3000。玄關同露台唔好堆嘢，紙箱唔要積住，晾衫唔要遮住門口同窗。錢行到你門口，見到堆到頂嘅嘢，佢入唔到。我入過好多屋，一開門要側身才行得入。我第一句都係問你哋近2年係唔係做嘢好唔順？多數人都會愣一愣，然後點頭。去水淤塞，水龍頭滴水，馬桶成晚長流。呢樣我講句最直嘅話，請你收好咗才同我講風水。冇一個師傅可以幫你擋一條漏緊嘅水管。屋角黑麻麻，燈膽壞咗，成年唔換，呢個喺九紫離火運裏面係大忌。暗就係塞，換個燈膽幾十蚊，
你請師傅睇風水幾千蚊，你話邊樣更值？唔好唱衰自己嘅錢。有人成日講錢係污濁嘅嘢，我一世都唔會有錢，我呢種人唔配。你日日講，你個心就真嘅信，個心信咗，你見到機會都會縮開。呢樣係我見過最嚴重、最少人察覺嘅破財。鏡唔好照正大門，亦唔好照住張床，氣屁反出去，人睡得唔穩，心定唔落。心定唔落嘅人最易做錯決定。好，講咗成個鐘，我要收啦。但我想同你講，其實我今日講嘅所有嘢加起嚟只係一件事，你肯花時間清個銀包，清屋企一個角，將張紙幣撫平，幫一個人買一個飯盒。第一個改變嘅人係你自己，唔係天，唔係神，係你。相由心生，境隨心轉，心乾淨，屋就有次序，屋有次序，人就有精神。人有精神，面上就有神采，有神采，人就想同你親近，人想同你親近，機會就自然行到你面前。呢條鏈一環扣一環，冇一步係神蹟，每一步都係你做出嚟嘅。呢個才係招財風水真正嘅秘密，唔係嗰隻擺喺櫃上面嘅銅殘草。我再講一次我嘅界線，因為我想你信我一世，唔係信我一日。我唔會講做完呢套包你有錢，冇人講得出。我只會講做啱件事，財氣自然流通得順少少。至於錢由邊條路嚟，嗰個係天嘅事，同你自己勤力嘅事。而家我要恭喜你，你睇到呢處，其實你已經完成咗今日呢個精神上嘅儀式。上半年嗰啲又累又亂又唔順嘅氣，我們就留喺後面，唔再帶入落半年。由明日中午開始，我們行入一道新嘅氣。如果你想繼續行落去，我告訴你之後幾期講咩，你自己安排時間。8月2號同3號我會講觀音誕之後點守，呢套我叫7日守護法，加上8月頭第一個星期屋企一定要清嘅3個位置。清氣易，守氣難，好多人做完一日就散，就係因為冇守。大約8月7號係立秋，立秋之後金氣正式入，秋天係金嘅季節，而金就係財。嗰期我會講秋金旺財，同埋屋企邊個方位要打開嚟接。呢期唔好錯過，因為每年最好嘅一段財氣，好多時就喺立秋到秋分之間。8月中我們入農曆7月。呢個月香港人最謹慎，我會講3件唔好做嘅事，同埋點樣守住家宅平安。呢期我會講得詳細啲，因為長輩最關心。風水轉運係一條長路，一期唔夠，你唔可以睇一條片就期望改一世，就好似你唔可以行一日路就期望瘦10斤，日日做少少，一個月後你自己會察覺唔同。所以我最後求你3件事，同一開頭嗰3件一樣。第一，喺留言處打6個字，我已接住今日財氣。打完你會發覺個心定咗少少，呢個唔係心理作用，呢個係你同自己講咗一句話。第二，請訂閱頻道，順手撳埋隔籬嗰個細鐘，就當係同好運訂一個溫柔嘅約會，令你每一日都被提醒一次，你可以活喺一條更富足、更平安、更順暢嘅流裏面。第三，如果你身邊有長輩、有做生意嘅朋友、有上半年做得好辛苦但唔敢講嘅人，你分享給佢一個飯盒，你都肯買給陌生人，一條片你更加分享得起。老友記，明日中午11點，唔記得個銀包，清乾淨佢，擺啱樣嘢入去，然後好好食一餐飯，同屋企人講句好話，就係咁多。我喺呢處等你，下一期再見。